呢間電器幫已經經營咗4年喎，依家落地首間門市喺尖沙咀開幕，依家帶大家睇下我哋有6大優惠。首先全場無門檻9折，不論你係買大小電器定係生活家品都可以享有9折，仲要無上限添啊！我哋限手100名顧客，大家快啲過嚟電器幫買嘢啦！第2個精彩優惠就係我哋有1蚊嚟嘅場，電器幫呢段期間每一日都會有1件產品係全部1蚊有交易，當中包括有多功能嘅充電線啦、香薰座、Type-C 線、3匹嘅除濕器，同埋1蚊就可以拎走呢個循環線啦。第3個優惠就係要必搶嘅週末福袋，星期6日我哋一共會推出4款福袋俾大家嚟搶，38蚊就可以帶走呢個出行福袋，入邊有呢個磁吸嘅無線充電器同埋多合一嘅充電線、出行設備。而第2款就係有米福袋啦，有2款小米嘅產品，就係小米嘅手帶同埋小米嘅耳機，只係賣緊138蚊。第3個福袋就係家居萬能福袋，有3件產品，有保鮮袋啦，一個鑊同埋有3匹嘅除濕劑，呢個只係賣緊88蚊喎。而我最中意嘅就係呢一款個人護理福袋啦，有一個風筒同埋一個電動牙刷，只係賣緊238蚊。第4個開幕優惠就係我哋多款熱門產品劈底價發售啊，等緊你嚟揀啦！第5個開幕優惠就係你買滿500蚊就可以加10蚊換以下呢3款產品嘅其中1件啦。第6個開幕優惠就快啲上嚟我哋電器幫登記咗做會員，拎咗20蚊嘅 coupon，落門市買嘢滿100蚊就可以用㗎啦！